恭喜新年快乐，隆重兄弟姊妹们，我相信大家要歡喜要快樂。嗱，一年當中2024年，大家過hết了，我相信隨住一年啊，大家也經過很多甜酸苦辣，大家也經過。唔係意思甜酸苦辣นะ，意思很多痛苦、很多不適、很多問題，也大家經過。但係記得大家已經過hết了，今下大家在新年2025年嚟得了。嗱，我嘅新經告白大家在呢個以賽亞書43至18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嘅話語唔好記得加過去嘅，嗱唔好點點注意加過去嘅。咪意思啊！你新經告白大家唔好點點記得去年大家。可能沒有失敗嘅呀，嗱可能沒有痛心嘅呀，可能沒有灰心嘅呀，可能沒有乜嘢家唔舒服嘅，本你的親戚朋友家兄弟姊妹，乜嘢心中你要痛心要傷害到嘅，嗱唔好記得家樣，但係呢，即係已經落咗新年，重新嘅嚟了，咁攞嘅登記表起佢了，唔好帶落新年嚟了，嗱因為你帶落嚟。這個當下心痛，嗱，我先跟一講接下去，以賽亞書一個43至19節一樣講到，佢講你看佢講，我已經做新嘅，嗱，從今下生了佢講，我做新嘅路本嘢你唔知係冇樣，嗱，所以這個係聽上帝，聽耶穌基督。佢帶住家過呢一年當中24年，你係落25年嚟講，佢也帶住家，佢要在25年嘅了，大家同齊，佢開新嘅路本出家，咁攞過去嘅，即係腳心痛心肺心嘅，變黑嘅，莫帶落新年嚟，佢講佢做重新嘅路本出家，阿晒時間要謙卑，時間係聽嘅嘅路，但係呢，因為呢書面記20至4節咁樣講到，是因為到呢個上帝佢行在自家嘅面前，大家同齊帶自家過呢個新年，一年當中就出妹就願叫，佢大家同齊帶自家去對付一切呢個痛苦，對付一切你不適嘅路途。佢家而同齊，所以自家係要傾前上帝，自家唔是驚落嚟2025年，因為到上帝大家同齊，佢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因為到呢一啲講到，佢嘅意思上帝行在佢面前，佢大家睇住對戰，而且嘅力量比較聰明智慧嚟對付一些嘅痛苦，對付一個問題，啊，佢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所以自家寫一樣。聽聞耶穌基督嘅路，即係熱天要得勝嘅路行，唔是講2025，阿神熱聽耶穌，即係要得到得勝勝利嘅路，得勝嘅路，阿門。